千秋百业百家成功，延生西极常大佛，饮马奔腾，舍家义公，心灵都在我心中。广上路万里，万神月梦楼，寂寞感受，一世纪无中。正气是有功，生死可下通，大势力通。下千愁，看清秀，先求百业百家成功，延生西极常大佛，饮马背得舍。家义公，天地都在我心中。广沙路万里，问神月梦楼，寂寞感受，一世纪无中。生死可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子平。我今天的表演就是武术的类型，那个类型就是中国功夫。我现在让你们看5种武术。第一个就是兵步，这样的，看那个方向。第二个是马步。在马步的时候，你可以打拳，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有弓步，这样的。在弓步的时候，你也可打拳，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我有修步，这样的。对呀。然后呢，我有其他的步骤，叫独立步，这样的。在独立步的时候，你可以打击那个。好吧。然后呢，我有丁步，这样的。下次徒步，还是这样的。其次有起龙步和龟步。起龙步就这样的。龟步，起龙步，龟步。下次有插步，这样的。最后有叠步和盖步。叠步，这样的，我的腿在地上。对呀。然后最后有改步。对。